我来练先，我来拍喙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嘉，我是阿明。咱今日这集是接续咱顶一集讲的交通的问题啦吼。咱顶一集有讲到咱台湾现处时伫咧交通方面的一寡现象吼，甲一寡问题。咱这集咧，就是要提出咱有想到的一寡改革的目标吼，是阮家己的想法。改革的目标吼，阮有分类，有所有的路人拢适用的吼，还有行人机车、汽车、大众运输这几个方面来做一个讨论。咱身为所有用路人拢适用的，阿明你有啥物想法？咱这所有用路人拢适用的部分会分做5点啦吼。咱先来讲头一点呢，就是要来起草来制定交通安全的基本法。目前咱的交通道路这方面的法律吼，伊的地位改善较低吼，伊只是一个法规，伊的全名叫做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伊只是一个条例尔。咱即阵爱甲伊算讲甲伊升格吼，个法律的改善爱甲伊提升起来，爱制定一部有关交通安全的基本的法律。好，就是讲爱先为法律方面来做改革。对，过来第2点就是咱全台湾的车路工程设计爱重新来拍起。咱这有分几点啦吼。头一点，甲即款车种分流爱甲废掉，改换做用车速来做分流。我知影你的意思，就是讲卖分啥物，敢若会使汽车是讲奥多拜会使骑的，就是讲爱用快车道甲慢车道来分，安尼对啊？对，用速度来分莫用你汽车还是奥多拜来分这都无需要。过来第2点，甲无需要迄个隔离岛甲拆掉。啥物是隔离岛？大家敢知？就是伫咧车路中拢有一排迄款用红门头做诶，有当时中会种树还是讲有啥物路顶拢放伫咧迄个物件。对，通常咱的隔离岛拢做甲足悬诶，所以咱看袂到对向的车。交通这样问题就是咱看出去爱看甲四方八达拢爱看有所以中迄个隔离岛这无必要的咱就无作用啦咱就甲拆掉，较袂讲去影响到视线。对，无对。过来第3点，车路的跨度爱甲缩小。啥怎讲车路的跨度爱缩小？高速公路甲快速道路咱先莫讲，一般咱伫个路里咧赛车咱的限速车伫50至70一卡达。50至70，其实讲起来伊的车速嘛无算介悬，尤其你的速度若限制伫个50的一卡达遮你车路袂使做甲遐快。你若50的，就要有50的车路的跨度，70换70的跨度。对，你若是路愈快大家都会驶愈紧。对，车路愈快驶愈紧，这是袂改变的一个道理啦。所以咱看咱高速公路还是讲快速道路伊的车路的跨度拢真快，尤其高速公路速度拢上百的。咱若一般平路咱无需要做甲快。安尼合理。过来第4点是车路爱掠好济咱即马真接看的，咱的车路拢掠无济啦。对，我知。倒我的车路嘛爱甲做出来，爱做全套的啦，袂使做半套的。对，无对。好，过来爱讲到这个第3点，考驾照的制度爱改变爱改互较严厉。我同意。我来举一个例好啦，就是伫咧荷兰这边你若是咧学赛车，还是讲考试，拢直接去路里阮无迄款驾训班伫咧台湾一般拢是去驾训班嘛，
即马后来有听讲要考试会使出去外口，毋过嘛使无偌远啦，是毋是安尼？对。问题是因为路诶迄个变化足大诶。若准讲你咧考试诶时阵，你敢若共款拢行迄条路，毋过问题是真侪状况毋是敢若迄条路会出现。譬如讲，咱台湾咧考驾照诶时阵，敢有要求爱行高速公路？无，安尼真奇怪呢，因为有赛车诶人一定有机会去驶高速公路诶啊，敢毋是？对。对啊，所以讲这个制度确实是爱改变啦，吼。有一点伫咧互人较特别诶，就是讲你伫咧路考诶时阵吼，若是准讲你考4甲是5届，我袂去食，若无过，迄个教练就是讲考官伊会要求你看心理医生，因为伊会判断是讲你可能无适合赛车，就是讲你上路诶时阵你会紧张，可能即款人都无适合赛车，安尼你上好是莫考。对，我感觉这对可能就是爱规个政策的改变啊，包括讲对教练的训练、考官的训练的要求，拢爱做全套的改变啊，这无法度讲一日就改变啊，所以你讲的这考驾照的制度爱改变，爱搁较严格，我是绝对同意的。对，过来咱台湾有一项足歹的习惯就是咱咧对车的时阵拢对甲真晚。就咱顶礼拜有讲到。其实咱的考驾照，咱伫咧教训班的时阵爱注重这个安全距离的问题。我嘛去上过迄款课，毋过教练拢无教呢。对，所以我感觉安全距离是真侪车祸的主要的原因啦。尤其是咱若赛车的时阵你若看车内面的迄个麦克尼啊，看后壁车，若拢看无伊的车头，敢若看到伊的头前动，迄就表示伊对做我的。即种叫做教人的车尾流啦。我家己是足讨厌人来教我的车尾流。袂输咧甲你恶意的逼车就对啦。所以甲大家讲，爱有即个3秒原则。什么是3秒原则？会当听顶一集，咱顶一集有讲到3秒原则，一个安全距离的方法。好，过来第4点，就是咱执法人员的交通教育爱搁提升。因为咱即阵咱咧抓这个交通违规啊，拢是咱的警察。咱的即个交通组的警察呢，伊有当时接受到的即个交通的观念啦，有诶可能较无遐尔安怎讲，水准较无遐尔悬，所以讲即方面都爱咱警察这边甲交通部这边爱做固定的开会甲交流甲教育，这是一个部分。好，过来第5点，咱人本交通的教育爱对囡仔都开始教。我前一阵仔看到新闻才知影，咱台湾的电动机车是14岁就会使骑哦。对。这敢需要驾照？毋免。车牵来就会使骑哦。对啊，对啊。毋免去上课啊？是安怎？应该是毋免啦。毋就台湾人就14岁开始就毋免学啥物交通规则，就知影车要安怎骑。哇，你嘛天才呢！讲到这人本交通的教育我嘛阁会使举伫咧荷兰的例就是讲阮这边囡仔差不多伫读国校的时阵，在想应该是差不多7、8岁啦学校都有迄款骑脚踏车的课程还是必修的课毋是讲干那爱知影安怎骑你阁爱知影讲迄个交通的规则是啥。你也会晓看上基本的交通牌因为你骑脚踏车嘛是爱过马路嘛是爱骑伫咧脚踏车专用的路顶悬。毋若是用脚踏车比如讲你若是行伫咧路里我定定会看到有学校的老师带一群囡仔伫外口伫行路。你想讲因是要去佚佗无呢？因其实是咧上课呢。就是讲老师带一群学生带因甲因讲你行路的时阵都爱行伫咧人行道爱画正手边也是倒手边，要过马路的时阵嘛爱看青红灯，
啊，一寡就是行伫咧路里需要注意的代志，吼，老师拢会教。啊，我是感觉讲台湾伫咧即地，应该除了讲学校要学的物件，啊，即款较生活化的物件嘛是爱学呢。对啊对啊。啊，其实老师拢有咧教啦，啊，毋过就是咱台湾无实际去互囡仔去感受啦，拢是课本显的尔，讲的尔啦。讲啥物马路如虎口哦，啊，结果咧，这都啊，所以讲较无效果啦。对啊，所以讲咱都爱实际的即个教育啦，都爱互囡仔去交通的教育，对啦，实际交通教育啊，互囡仔去了解，互囡仔去感受，安尼较有作用啦。对无对？好啊，过来讲到行政的部分啊，咱毋茫讲咱诶交通建设咱即个规个车路的设计工程，即个硬体爱包括即个行人路，而且即个行人路爱有接续性。我感觉即点最重要诶，因为有当时啊，你行咧，迄行人路就断去啊，都无去啊，我是要行去倒位？对，啊，所以即个跨度爱有够。对。跨度若无够其实你咧行都足无方便诶啦。上无迄跨度爱两个人会当小小心迄款跨度啦，对吧？对啊，尤其过来咱台湾嘛算是进入即个高龄化诶社会咱聚会人会愈来愈济。所以咱乖啊，是讲坐轮椅诶啊。对，所以咱伫即方面甲行人有关诶即个硬体建设，拢爱做注重诶啦会使改善诶空间真大啦。对，过来是要讲机车诶部分啦啊，机车诶部分有要讲2点。头一点呢，就是咱即阵诶机车诶即个车牌色水有分红牌、黄牌、白牌甲青牌啦啊，我咧想红牌甲黄牌会当莫阁用啊啦，这无什么意义啦。全面甲推动做全部拢统一甲这车牌色水拢统一做白牌。安尼就好。你敢若看汽车就好啦，汽车伊嘛无分甲侪牌色啊，哎呀，除非你是特殊车，比如讲吊车啦迄款机械的车或者会挂特殊的车牌。啊，若无一般普通的车袂分甲侪啦。过来第2点，恢复正常的路权是安怎讲恢复正常的路权？因为咱即阵奥多摆的这个路权是无正常的。伫即个禁令还未出现以前啦，咱汽车的路权甲汽车是共款的即个禁令就是车种分流啦啊，有即个禁令出来了后，规个奥多摆即个路权都做无正常的。搁要来补充就是讲，啥物是无正常的路权？就是讲你即摆有2段道弯嘛啊，奥多摆袂使徛内底嘛，袂使徛内线，这都是无正常的路权。要安怎改善？就是会使保留2段的道弯，毋过无强制。过来车要大量的路段，袂使有2段道弯。好，安尼我知影你的意思啊，就是讲，即摆奥多摆嘛是运动会使徛伫咧我倒手边，若准讲伊要倒弯的时阵，伊就会使我倒手边徛过去，啊伊要倒弯就直接甲汽车共款直接倒弯。若准讲你共款有保留2段倒弯的迄个架啊，还是会使留互迄款本来要倒弯，结果你要挖路口才发现讲啊，你袂记为倒手边挖过去。这个时阵，你就会使选择去2段倒弯，是毋是这个意思？对。啊，你拄则讲的车辆较大的路段袂使有2段式的倒弯。你若袂赴倒弯的时阵，啊，你就只好继续徛到后一个路口再去倒弯安尼。对。安尼合理。啊，过来咱来讲到这个汽车汽车都爱甲这个大众的公共运输看做伙啦啊做伙讲，因为咱即马。咱的汽车的这个数量实在太济咧。咱坐甲讲，咱政府官员近摆若想要解决塞车的问题，就是一直咧开新路啦，一直咧征收人民的土地，去做新路，安怎。啊，毋过这毋是解决塞车的办法啦。治标无治本啊，是毋是安尼讲？对啊。
我今日才看到一条新闻讲美国的纽约，伊即摆要开始收这个塞车的费用。就是外围车塞车塞来到纽约，你就会去用收一条塞车费。伊这是要推广大家去坐大众运输啦，叫大家莫开车啦。安尼会当理解啦，要减少汽车的数量嘛。对。好，咱即摆要来讲你若要念这个私人车马增加大众运输，因为这是有牵连的嘛。你若要讲要念私人车马，你的大众运输都要增加嘛。咱即摆来讲这个汽车你安怎来甲念掉？就是要对这个增加私人车马所有权的成本来讲。第一项就是税金甲提高。税金提高，大家都会去考虑讲我是不是要买车嘛？即摆税金贵嘛？过来第二点，公共停车的费用增加。你把做讲，你即摆今日塞车出去，你会去想着讲，我即摆停车的费用惊悬，我规日今日都莫塞车啦。我反正我骑铁马，骑倒摆，无我就坐公车。对，因为咱每一人讲安尼，拢安尼想啦久来都大家讲规日连车拢莫买啊，无需要啊，对无？对确实是有即款人我捌听一个艺人捌讲过，伊讲伊无买车，敢若是好子的款。伊讲伊出门拢坐大众运输人，无就骑铁马。我感觉这是做会到的，毋是做袂到。就看政府迄个决心要做这件代志无。无你敢若想着搭车，就要来拓宽这个车路，还是讲要去开新路，这拢毋是套路啦。对啊，这真正毋是。过来要讲到这个第三点啦第三点是我家己想的啦会当互大家来讨论做一个参考啦参考。就是讲限定一户一台车。因为咱真足甲想咱较早咱台湾一个家庭才一只车尔。普遍来讲是安尼啦毋过你甲看即摆即摆毋是即摆一个家庭3、4只车比如讲老爸也要一台，老母也要一台，后生也要一台，查某囝也要一台。新妇佮囝婿佮一人一台。对啊，所以变做这个私人车马，这个汽车愈来愈济嘛。所以是安怎会搭车，就是安尼来嘛。我听台湾的车嘛较俗啦，所以买车毋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所以讲，咱是毋是咱若真正要解决、要控制这个私人车马，都是要有你成本增加嘛。对，成本若增加，就袂想讲我一口罩安尼一个人买一台啊。对啊。过来第四点就是这点是参考日本的啦日本是安尼啦日本是你要家己选停车格停车位才会当买车。你若无停车位，你就袂当买车。我家己感觉讲第四点，若要伫台湾推销这个政策，可能有较困难，毋过毋是做袂到啦。会使对一寡会当实行的所在先开始啊。对啊。还是讲住伫咧市区的人，对无？因为市区的车位上歹找啊。你若是讲你住迄间大楼，伊无架停车位的。你就必须爱甲车停伫路边嘛。对，还是讲去找一款私人的停车场。毋过私人的停车场嘛，毋是永远会使停的啊。伊迄可能真侪一款私人的停车场拢是暂时的，有可能讲伊经营差不多5年了，伊就讲伊无爱做啊，伊要甲土地卖掉，要起大楼啊，对吧？所以这停车格问题，确实是嘛是最重要的。对。毋过，就亲像你讲的啦，咱台湾要亲像日本安尼，可能是有伫实行方面会有淡薄仔困难，毋过嘛毋是完全无可能啊。对。好咱即马已经甲即个私人车马所有权的即个成本讲了啊。要安怎念即个汽车的数量，代表咱大众的公共运输都要增加嘛，这叫做配套。大众公共运输要安怎增加？第一项是公车，公车的路线你要增加。咱即阵的公车的路线是愈来愈少
甲较早30-40年前比起来是少足济啊。哦，咱较早公路局也有迄种公路局的公车嘛，就是国公路的前身或者台汽客运。啊，我会记得，台汽客运伊是公路局的嘛。尾啊，其实遮个路线拢无去啊。啥来无去，就是大家拢家己赛车嘛。还是讲可能有人会选择坐台铁，还是讲高铁，所以公车都较无人在坐啊。对，我感觉主要原因是大家拢赛车啦，拢大家拢赛车，拢买车家己赛嘛。这嘛是地叔今仔日读车遐尔严重的原因嘛。咱讲公车路线要增加，要安怎增加？咱公车会当分4大类。第一项是半管期的公车，比如讲我今日我伫南投，我要去来彰化，这种叫做半管期啦。过来第二项就是爱分做市、府、乡、镇的公车，就是讲2级的行政区的公车就对啦。过来第三项就是境内公车，比如讲我住伫茂米乡镇，我就今日要去鸡啊、买菜啊、买啥，我就坐这个境内的公车，出门就好。过来第四项叫做南北二路的公车，就是迄款驶长途的，为家人到屏东，还是屏东到家人的迄款长途的公车，对吧？对，这款叫做南北二路的公车，这种走长途的人，大概是安尼啦，我其实我家己有一个想法啦，毋知影伫咧执行方面敢有可能。毋过上无讲出来，互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讲，咱台湾人就爱去山顶的风景区嘛，毋管是合欢山，还是讲阿里山遮个所在，因为即两个所在，我是记一个啦，即两个所在平常时都是观光客就足侪啊。我伫想讲，像即款所在啊，因敢袂使去限制私人的车入去，会使鼓励要去佚佗的人，就坐公车。当然公车的车帮爱较济啦。若无你若早暗才一帮尔，安尼都无人要坐啊。因为安尼做，毋但会当维持山顶的清气，就是讲空气袂遐尔歹，伊若每一个拢驶车去哩，空气就会变歹，嘛声嘛会足大的，你停车嘛找无，尤其是伫咧电价的时阵。还是讲熊倒位伫咧落雪啊，大家想要撞去看的时阵，真正塞车用塞最严重诶。而且嘛，算了会无欢喜，就是因为私人的车伤济啊。当然这是一个真理想化的境界啦，就是讲你若要去山顶，敢若会使坐公车。我家己是有坐过啦，我是感觉足方便诶，只是真可惜，就是车帮无坐。若是会当为这边先来开始做改善，我相信。应该会真侪人会选择坐公车哦。会啊，主要你爱有够方便啦。对啊。公车的问题就是车帮的问题啦。你若会当甲缩短车帮甲车帮的时间会当缩短，比如讲15分钟一帮，安尼可能坐人会较济啦。当然你要爱公车安尼15分一帮的迄个前提就是爱有较侪人想要坐公车，对啊。你若无两个会使做伙实行就是讲限制私人车增加公车的车帮，我相信这会达到改善啊，对吧？对。好。过来要补充一点，就是捷运甲轻铁爱大力甲推塞。你像即马台中咧去捷运高雄嘛有轻铁。我是感觉讲，你若其他的县市，像南投啦、彰化啦、云林啦、嘉义啊、屏东啊，就讲花莲就是讲以上讲到的这个县市，大众运输较浓厚的，咱其实会当来推动这个捷运甲轻铁啊。除了公车以外，对。其实这交通的议题需要咱全民来关心啦。当然啦，就是阮即两集讲的，毋管是问题还是讲要改革的目标，是阮家己讨论想出来，可能嘛有一寡物件是绕沟去的，大家会使做伙想看觅，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用路人，
逐工只要出门都会拄着交通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心内面拢足有想法的。对。毋知影讲咱的听众朋友听咱顶礼拜迄集甲今仔日即集有啥物想法？大家拢会使做伙讨论。若有啥物想法，嘛会使留话互阮知影哦。好，咱今仔日连线拍水果就先到这，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拜拜。拜拜。